Bodegas Regansonis 是一間位於西班牙的家族式酒莊，成立於2005年，位於杜羅河畔 Fontpedrosa 村莊，屬於著名的 Ribera del Duero 法定產區。Regansoni 葡萄莊園海拔極高，晝夜溫差大，能釀出具備良好的酸度與結構感的葡萄酒。Rueda Picnic 葡萄品種 Verdelho， 色澤呈明亮的稻草黃色，香氣豐富，帶有明顯的熱帶水果及柑桔的清新氣息，口感清新且結構良好，擁有活潑的酸度與絲滑的入口感，適用場合派對、休閒飲用聚會，配搭食物海鮮壽司、意大利麵。912 Altitude Roble 紅酒，葡萄品種 Tempranillo。912 Roble 在美國橡木桶中陳釀9個月，呈深紫紅色，以成熟紅果為主，伴隨住香草及淡淡的肉桂香氣，入口圓潤順滑，高海拔帶來的酸度賦予其清新感，適用場合晚宴聚會、慶祝場合，配搭食物紅肉菜式燉菜。912 D'Altitude Cuadrado 紅酒，葡萄品種 Tempranillo。Cuadrado 紅酒在全新橡木桶中陳釀14個月。Cuadrado 最初展現成熟的紅黑果香，隨後轉向精緻的香草、椰子以及胡椒香味，入口絲滑的質感，高海拔帶來的清爽酸度與強大的酒體達到完美平衡。餘韻適用場合商業晚宴、慶祝場合送禮，配搭食物濃味菜式燉菜。